政治消息，咱要来关心的是，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郭文哲，伊是推出生囝相关的政策。伊讲，有心满3个月的人，就会当分无5万块的补助金。也若这个婴仔出世了后，就有10万块通去领。也若民进党的赖清德，伊是来公布竞选总部的架构，由这个姚立明来做主委。互外界讲，这是为着郭文哲调工安排的。 少子化已经正做国安危机，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提出少子化的对策，有新满3个月，爱生发好用补助金5万块，囡仔出世就随发10万块。另外，嘛要放另代理孕母的规范，甲代理孕母纳入人工生殖法。怀孕满3个月给5万，生出来给10万，然后这个减税，你知道哈，一胎减12万哦，可以到12岁，目前是只有5岁。那另外是育儿津贴哦。 从5岁延长到12岁。除了提出补助的力度，也要打造友善有囡仔的环境，让少年人敢生敢饲。即马大选愈来愈晚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早起公布竞选总部组织架构，核心的成员包括营务主委苏贞昌、国策委员会召集人区议员等等拢在内。特别注意的是，2014年要做郭文哲台北市长竞选总干事的姚立明来做主委，嘛去外界解脱做事针对郭文哲。姚老师对我的帮助跟之前对柯文哲的帮助有什么不同？那就是姚老师会帮助我打败柯文哲。我跟柯文哲是媒妁之言，因误会而结合，因了解而分手。 这也证明说他是一个能力不错的人嘛，所以各方都会去争取他嘛。他算是英系的，戴相德会找他当总干事，一定有他政治上的考量啊。那外界关注那配合的进度，郭文哲表示，双方为政策功力做累高，也有后一的政治议案，合作的范围真宽，干那查总统选举的问题，若是心平气和、顺其自然，都是无期限。双方的合作也是有进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